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日本是宣布要甲福岛核电厂的废水漏入大海，这是引起附近的国家大家拢在抗议。咱台湾的渔民嘛真惊讲，咱的渔获会去受到影响。不过，这阵国际原子能总署是针对日本处理核废水的方式，今日下晡提出上新的报告。因是认为讲，日本的做法符合国际标准。日本已经会当开始决定讲，当时要漏废水。访问日本的 IAEA 署长 Grossi 随时下晡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交付 IAEA 对着日本处理福岛核污染废水相关问题的最后报告。根据 IAEA 官方网站的公告，国际原子能总署经过2年来的会勘甲评估，认为日本方面对着福岛核电厂的辐射污染废水处理器材甲程序符合国际标准，这代表 IAEA 认同日本相关的处理方式。福岛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事故了后，规个废炉甲中间的过程中，甲辐射污染的废水排入太平洋海域，是袂当避免的程序。不过消息公布，随引起中韩台甚至美罗等国的议论。IAEA 由各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几若届检验排放的散布2年外来6届的集中报告，拢认为程序符合国际标准。随时交予日本的最后报告，嘛做出同款的判断。伫随时会见岸田文雄进程，果是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有大声见面会谈过。The work on the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commissio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work following the accident has been there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IAEA 已經認可日本的處理程序，接落來就要由日本政府許可，決定要當時開始進行排放。日本としてアルプス処理水の海洋放出の安全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科学的根拠に基づき透明性を持って国際社会に丁寧に説明していく考えでございます。目前相關國家有緣直接公開表達反對，韓國甚至有媒體質疑 IAEA 專家是不是受到日本施壓，影響判斷。這嘛是未來福島核電廠廢水在排放的時陣，日本政府無法度妥協的課題。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中國這幾天有真濟省攏當咧頂大雨做水災，甚至是閣有發生水崩山的災情。親像這河南道一隻車因為溪水岔流掉佇咧溪仔中央，乘客攏險險去互水沖去。国园国路的土水是一直流落來，一對男女的車是困伫河中，因只好對天窗徛起來，正着急在等救援。河南的三門夾佇保護過後，雨水是攏淹起來。警察接到消息講有民眾受困了後，隨有救生索啊，佮用無人機甲救生衫送過去，互2個人穿起來。但是因為水勢傷急，這個查某囡仔要過河的時陣，差一點仔互沖走。消防人員較緊甲救回來，互伊坐佇邊仔的大石頭頂懸喘一下。我是講換查甫救索要過河的時陣，共款摔落去。落尾2個人是用吊掛的方式，總算是轉來岸邊，短短60公尺的距離，因是拼3點鐘才總算脫困。不過最近真濟省攏落暴雨，各地攏傳出淹水的災情。昨天晚上12點鐘開始下雨，今天早上起來，然後都看到很大的水，然後看到那馬路那些全部都暗了，谷子那些全部也暗完個了。那道路和田互大水淹去，四川嘛有真濟車應該攏看無啊。伫雲南的定襄縣，2台車經過大水衝過去了後，是掛伫橋邊，看起來真恐怖。閣有一個山口是水崩山，互道路攏斷去，各地攏傳出各種災情，互警消攏特別未復舊啊。上新的災情是出現伫重慶，傳出有鐵路和橋攏互衝甲歹去。氣象閣顯示講，包括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和雲南，未來24點鐘內嘛有可能落暴雨。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先來看日本三更新聞。咱台灣的立法院長游錫堃為了促成日本沖縄縣的與那國島甲宜蘭所學的直航專訪，今日是帶團訪問與那國島。韓國朝鮮日報報道，中日韓合作論壇，中國官員王毅是對日本甲南韓發聲，講三個是厝邊仔應該合作，賣互相壓制。英國《泰》報道，香港已經放開賞金，要掠捕流亡海外香港民主運動人士。其中有3個人，這陣人是佇咧英國，
所以讲英国是随出声谴责中国行为。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宣布要推出新的定式 Thread， 伊主要的功能是甲推特真相像，未来应该是争做推特的竞争对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以色列的军队发动20年来上大军事行动，讲约旦河的西岸至少是有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法国因为一个非裔少年家去互警方开枪弹死，全国发生大暴动。这阵甚至是连观光客都当着攻击。有一团中国旅行团是伫咧大城市马赛去互攻击，车窗去互拍破去，阁有暴动的民众摕石头冲上车，上无是有5、6个人受伤。坐伫上站巴士顶悬来看花都巴黎罗曼蒂区的风景，塞纳河顶悬的观光船嘛是一堆人。法国最近是发生暴动，过去一礼拜拢无平静，但是游客拢照算。We decide still to come. We have to continue. We had confidence in Macron. 一个对美国来的游客讲，因经过弗洛伊德红地暗棍死去这案，因去全美国黑人的命嘛是命的抗争条，互因对示威是早就惯势啊。有的游客讲，只要暗时8点了后莫出门，基本上行程未受影响。Nosotros en la zona que estamos tranquilos, no hemos tenido ningún problema, ni hemos visto nada raro ni nada. 不过，一个中国的旅行团是无遮好运啊！因几工前是坐游览车到马赛，互暴乱分子阻挡，车灯和车头前的玻璃拢轰弄破，甚至有歹徒是摕石头冲起来，造成5、6个游客受伤。结果，这个旅行团是决定要提前返去中国。中国领事馆已经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的交涉。另外，有旅馆业者讲，因的生意是明显受到影响，一堆人取消订房。Here's a cancellation, and another one, and another one. It keeps going. It's unbelievable. It's a disaster. 因为伫巴黎市中心的这间餐厅是讲，因的业绩已经落20%。Today, a table of 15 cancelled. Some have cancelled because they would prefer to stay at home. We understand. 这场因为一个17岁非裔少年的死亡引起的暴动，即马已经有较缓和。受到冲击的餐旅业者拢希望讲暴动较紧结束，或即马当时大规的观光登去较早的水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芭比红仔出真人版的电影，不过越南是宣布讲要禁止这块电影放送，因为这电影内底有一张地图是去侵犯着因南海主权。这南海有真侪国家拢讲家己有主权，亲像中国甲菲律宾就常常因为安尼咧起冲突。越南、马来西亚甲咱台湾嘛拢有咧争，亲像咱的东沙甲南沙群岛就拢伫咧即搭。咱即阵看到咧画即条红线是中国画主权范围，北国当然是无赞同。不过芭比红仔电影内底出现的，就是即张地图一个版本，所以讲越南才会禁止电影放送。Hey Barbie。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由真会晓说明女性基地好莱坞新锐女导演格丽塔·杰回所导演甲编剧引起未少的话题。I'm coming with you. Okay。电影描写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的世界，同齐到真实世界探险。原本互看做是休乐期间票房的入门片，因过电影出现中国主张南海高大线主权的地图，搭着越南政府的红线。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禁演芭比。那电影发行商官网也看袂到芭比的电影海报。中国主张南海有形高大线主权，搁伫2009年正式宣布有这个海峡开采权，引起菲律宾、越南等4个位国家抗议。海牙中式仲裁法院伫2016年裁定中国的高大线主张无法律依据，也不过中国拒绝接受。2019年动画片《坏坏萌雪怪》和越南影迷列出片中有高大线的画面，引起不满。放映10天就互摕落来。2022年的秘境探险也有同款的造句。另外，包括国务卿女士甲上秋古在内的影集是删掉争议的南海主权画面甲剧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反间谍法7月初1已经生效啊！这游客甲生理人若是要去中国，防怀疑是间谍去防查的风险会加真悬。所以讲，美国是随提悬旅游警示。也若是咱的陆委会嘛，呼吁大家，若是要去中国，就要评估风险，因为这手机啊、甲电脑内底内容，拢有可能变做中国家己掠的原因。
中国对外关系法谈修订版的反间谍法，7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国际嘛真关心。美国国务院嘛调整旅游警示，甲中国和澳门改做第3级，顶考虑敢要去，敢若比叫人莫去的减1级尔。香港是第2级，要特别注意。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随在伊执法，也是乌白拘留的风险，搁提醒要避免示威，也是翕抗议者，也是警察的相片，提醒去中国要评估风险。集体的行动，团进团出。我们建议应该注意手机、个人电脑等等这些随身用品是不是存有可能构成陆方相关机关搜查、没收或是入罪的这个内容。陆委会讲，已经有真侪国人因为不明原因，互留伫独立的细间房间检查手机啊和手提电脑，建议去中国要先去网站登录资讯。那伊哋发生这种状况，会采取必要的作为，或者讲间谍行为定义无明确，建议政府提升警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案例，因此而遭到中国的抓捕。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在这个警示的标准？来让民众可以透过警示的，比如说红灯、绿灯、黄灯等等不同程度来去判断，说我是不是该前往。中国加大对内的管控，在伊嘛是港版国安法实施满3周年，港警国安局宣布讲，通缉卢冠聪和柯志峰等8个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佮强调国安法有涉外管辖权。無論佢哋走到天涯海角，我哋都會終身追捕呢啲罪犯嘅。香港特首李家超話講，愛這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一世人攏足驚嚇。美國、英國和澳洲的外交部是發出聲明來譴責。英國外相科維利閣強調講，絕對袂吞忍中國。在英國海內外迄驚貓咪人，想要叫伊點點。記者綜合報道。英國蘇格蘭北部有一個奧克尼群島，即陣當地行政首長是提案，因想要脫離英國，回歸挪威。其實，這奧克尼群島佇咧1472年之前是挪威甲丹麥王國的土地，後來竟然是因為公主要嫁予蘇格蘭的國王，無提前做嫁妝，轉先甲這個土地押予蘇格蘭。奧克尼群島就一直屬於英國到今。即陣奧克尼群島想要回歸祖國，恐驚佇咧法律上抑閣有真濟問題。蘇格蘭海灣110英里外，由70個都市組成的奧克尼群島，總人口大約22000人。1970年代成做英國北海石油的加工中心。這幾年，國家成功發展海上風電力量，不過這個供應並無佇中央預算分配金額做合理的分配。地方員工長期互看緊缺開，最近渡輪經費成做引起線。奧克尼行政首長提案脫英，要回歸有歷史淵源的挪威，成做自治領地。In so many aspects, we don't seem to be getting the same amount of resource because all our ferries need replaced and nobody is coming to help us to find the capital to do that. 奧克尼群島歷史上一直是丹麥跟挪威王國的領土。1472年，丹麥公主 Margaret 嫁予蘇格蘭國王 James 3世，以奧克尼群島甲雪蘭群島成做嫁妝的抵押品，變做蘇格蘭的一部分。不過當地社會文化一直保持北歐的特色，佫會慶祝挪威獨立紀念日。奧克尼的議員7月初時開始研究這項提案，除了脫英回歸挪威以外，佫有其他留佇英國的退台選項，包括成做親像福蘭群島這款的英國皇家屬地，也是親像丹麥法羅群島這款的海外自治領地等模式。The largest natural harbour in the North Atlantic, and it's got some fantastic potential that was us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 as a strategic location with the offshore renewables, but also with world shipping route. 不過實際上免法落實回歸250英里外的挪威。奧克尼首長也唔知影，挪威外交部目前嘛無發表評論，敢若講這是英國國內甲憲法的問題。英國對奧克尼問題的回應嘛無提起550多年前的嫁妝這件代志。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這羅西亞拍烏克蘭了後，歐洲就真驚羅西亞講過，說講北約是一直咧加強封鎖。芬蘭今年加入北約了後，就甲瑞典做伙甲2個月鐵路改建。萬不以若戰爭的時陣，這軍事補給對當佫較順利。在芬蘭北極圈外圍的羅瓦涅米，嘛是聖誕老人的故鄉。當地甲瑞典邊境哈帕蘭達唯一的鐵路線，當地觀光區進行電氣化的改建。
2024年完工了后，法国民国若要派增援部队甲装备为大西洋兑换，去芬兰甲罗西亚边境的凯米耶尔就较简单啊。Basically, this northern route is the only accessible route after that. We need electrification from the Kemi to the Haaparanta, and this is the missing part, the last mile of the electrification, what is needed now, and it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芬兰甲罗西亚的界界有1300多公里长，而且96%的对外贸易都是靠波罗的海海运。罗西亚甲北约若伫波罗的海爆发冲突，罗西亚伫圣彼得堡甲加里宁格勒部署的北方舰队，包括几10架舰艇、军舰甲军机，会对北约的运补线造成真大威胁。芬兰甲瑞典之间的北方铁路电气化会出现新的希望，而且还佫伫咧申请加盟北约的瑞典，按照2028年进程，会提供波罗的海新一代舰艇，加强保护海底基础设施。避免去年北溪天然气管线风破坏情形搁再发生，这拢会互欧洲安全形态有改变。I can tell you as a military professional, the ability to move equipment and soldiers and ammunition and supplies in a rapid, organized way and efficient way is really important. It gives you lots of options into how you employ your forces. So. 芬兰今年3月份加盟北约了后，已经投入1亿5千万的欧元。更新伫罗瓦涅米的北极空军基地设备，当地按照2026年，嘛会乘坐64架 F-35战机的主要基地。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后礼拜嘛会亲身拜访赫尔辛基，庆祝芬兰乘做北约大家庭的一份子。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亲像咱头拄则看到的，饲4个囡仔家庭已经是有够少啊，甚至有真侪少年家唔生饲动物来做伴。在法国斗有犬面底底鼻仔毛毛，真个只有真侪人介意。不过，这款狗仔因为鼻仔的结构喘气袂顺，健康定定出问题。所以讲，荷兰即阵是按算要提案禁止民众饲斗牛犬。美伫主人脚边的法国斗牛犬艾比今年2岁无牛食果水，因为严重的呼吸问题，行无偌济路就喘屁屁。经过电脑断层相关检查了后，伊被塞入手术室，准备接受扩鼻的手术。Walk around to 40 minutes or half an hour, and after that she get tired. 斗牛犬边鼻底面食果水，啊，毋过这个特点，互伊喘气真无顺利，最后出现健康问题。伫荷兰的乌特勒兹动物病院，常常收治这种的狗病人。So the issue with these brachycephalic dogs, it means short face, right? And the face is so short that all the tissues that have to fit inside don't fit anymore. And that means that brea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o get the air in. But also the ears are abnormally developed and very narrow. The teeth don't fit together, so they get a lot of problems there. And often there's too much skin with hairs that can poke into the eyes as well. 技术将艾比的鼻仔扩张，增大呼吸道。手术结束了后，艾比恢复活力，喘气明显较顺利。虽然目前的医术应改善斗牛犬先天的生理结构状况，不过医术仍然对宠物近亲育种产生的健康问题提出警告。荷兰农业甲自然部门已经提案，未来会禁止饲有危害健康的特定的宠物，也免公开展示这宠物的相片图像，已经互人饲的狗无伫这限制，希望应保障动物甲主人的权益。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二战期间，西方同盟国家是对法国诺曼底登陆对抗德国。法国上尾一个要参加这项活动的队员，昨已经过身啊，食到100岁。这个队员经历过真侪战争，落尾在生的时阵是用家己的经历宣传讲，唔通战争，就爱和平。这个画面只会当变作怀念，参与过诺曼底登陆的突击队员列昂高提耶。顶个月初啦，才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同齐出席诺曼底登陆79周年纪念活动。迄当时两个人还佫轻松咧讲话。高铁的初三已经伫空城一间病院过身，马克宏伫推特大文表示民众袂记得伊的贡献。C'est la plus mauvaise chose qu'on peut voir, c'est une guerre. Parce qu'on tue les gens en face, ils n'ont jamais rien fait. Les gens ont une famille, des enfants, et tout ça pour arriver à quoi?
高铁耶伫诺曼底登陆行动进程，也捌走过刚果叙利亚甲黎巴嫩的战场，也因为伊经过伤侪战争，战后以自身的经过，一直选择反战，加做和平倡议真书。 Je pense que ça conservait la paix, car la guerre c'est la misère. Et vous faites des veuves, des orphelins, il y a tout, c'est la misère la guerre. J'ai peut-être tué un gars, j'ai peut-être fait des orphelins, j'ai peut-être fait une veuve, j'ai fait peut-être faire pleurer une mère, j'en sais rien. J'ai pas voulu faire ça. 1944年6月7日展开的诺曼底登陆是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秋滩登陆战，一天内15万美军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了后，登陆法国海峡，开始为纳粹德国手中收复西欧。高铁耶就是这个行动的法国机会突击队177名成员之一。去年21岁，迄当时只有20人活落来，高铁耶就是其中之一。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 中国湖南有一款流传百年的乳珠，是一款敢咱女性才会当使用的文字，主要是用来记录古早的女性痛苦甲伤心的代志。目前全中国是敢若剩6个得到认可的乳珠传承人，这嘛代表讲这款文字早晚的消息。 写出来字又长又雅，笔触正幼，用毛笔写出来这种正整齐佮流美的文字，是中国湖南省江阴地区流传百年的女书。过去这个在咧女性之间传承，有正神秘的色彩。Unlike Mandarin, Nushu is written in a rhombus shape. The characters are elongated, the lines are gracious like a woman. There are only 4 basic elements: dots, then vertical sloping, and arched lines. 专家认为，女书和农村的妇女会当表达因家己的观点，展现甲顶流阶级无共款的女性样貌。既唔着翁，大家达官苦读，翁死了无兄儿，这款被写来女书是伤心加痛苦的记录。 Once she taught me how to write it, I could teach it to my friends. We were very careful not to talk about our writing in public. The boys didn't know. 即马伫女书博物馆内面，除了用展览片来介绍女书，也继续替当地女学生上女书课。不过，虽然女书无过再是秘密，但是全中国有完这个6位女性被认为会当做女书的传承人。女书的传承也是有危机。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